睇 LCCF TV。歡迎攞到 MAN 專業駕駛教室。今日嘅主題係無障礙巴士旅遊。我約咗格爾德華德福格。你好，格爾德。你好 Philip。你會提供關於行動便利同乘坐舒適度嘅貼士同技巧，確保每位乘客都享受到。係，作為一個行動專家，我一直致力於打破各種障礙。關於巴士旅遊，我哋今日會探討邊啲情況？舒適上車同埋長途旅遊嘅安全問題。你帶咗兩款最常見嘅輪椅，電動同手動咗，有咩分別？ Philip， 你坐上嚟，我哋試下就知。好，試下。有頭枕同安全帶，坐得好舒服，同時亦都覺得好安全。觀察得好好，因為呢部電動輪椅本身好重，喺轉彎或者凹凸不平嘅路面可以更有效嘅吸收衝擊力，咁樣你喺路上行嘅就更安全。哦，即係話呢張輪椅就變成一張行車座位。冇錯，不如我哋睇下嗰張手動輪椅。係，睇下佢可唔可以都變成一張行車座位。嗱，你覺得點？呢張椅背比較矮，我哋如果急轉彎或者急剎車嘅時候，可能會幾危險。係，我會建議，如果可以嘅話，由手動輪椅轉坐去巴士座位。好，不過手動輪椅嘅好處其實就係可以就嚟接埋佢。好，接好噶啦。不過而家我哋梗係要上車啦。托爾斯滕喺邊？我喺度，你好。我哋由邊度門入？今日我哋行呢邊。哦，我完全冇留意到添。原來後面有部輪椅升降台安裝喺前軸上面，佢就唔會佔用行李嘅空間。首先我鎖實道門，安全第一嘛。升降台已經準備好，引擎着嘅，我已經喺坐啟動掣，手掣亦都拉實床。我預先準備咗睇咩呢？我已經將呢排座位喺路軌系統上移開，並且鎖實咗。你可以將格爾德禮入嚟。好嘅，你示範下點用啦。好，呢度係遙控器，我哋拉開個安全掣，不如就放咗落嚟。好，咁我哋就入去啦。好 ，Philip， 而家我哋要裝翻啲扶手，你拎嗰邊，我拎呢邊。呢啲應該係俾啲行路唔係咁方便嘅人，可能要用助行架嘅人。完全正確，最緊要縮開你對腳，咁我哋就可以繼續落去。格爾德，你可以諗上噶啦。然後卧倒後日。好，我哋你後面。好，我準備倒後。好啦，Philip，而家我坐好啦。喺旅遊巴，我哋通常都係面向行車方向坐。喺度，我用輪椅上嘅3點式安全帶扣好自己。係將輪椅點樣固定喺旅遊巴入邊呢？好簡單啫 ，Philip。喺地板左右兩邊都有路軌，前後嘅拉緊帶就插入呢啲路軌度。我哋將安全帶扣落我嘅張輪椅度，四邊都係咁做，再用拉緊輪收緊輪椅，佢就可以安全咁坐喺車度。咁嘅雙層巴士又點樣呢？雙層巴士嘅話，其實好簡單，我哋會經摺疊斜板駛入下層，然後用同呢度一樣嘅方法固定好。我感受到無障礙嘅便利，行動不便嘅人士都可以同其他乘客一樣安全又舒適嘅旅遊。係，完全正確。好，你哋坐得舒服咩？扣好安全帶未？我哋可以出發未？等等，我都要扣好安全帶先。腳扣好啦，腳一切安全，一切安全，完美。咁我哋可以出發啦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